终日盼君不归。很开心，很开心。这里的观众，这里的老板，这里的一切都是我非常喜欢。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推出了梅拉诺的粤剧音乐会《两爱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梅拉诺的文化品牌，也能够让更多的人走进洛杉矶粤剧之家，也能够希望更多的人支持粤剧，喜爱粤剧。那么我作为自己曾经是个粤剧人，一直会继续尽我的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在海外努力的推广我们的粤剧。有才子，就闻比了天心柔。我们这是两岸的粤剧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大家都付出了很多心血，尤其是我们的梅拉诺的那个演艺公司总裁，为了这次演出他筹备了很久，所以这是能够顺利的完成这次演出两岸的交流任务，我感到很高兴。我为你。今天举办了这么一场精彩的演出，我看了真是非常的感动。我的母亲，我的婆婆徐玉兰老师去年4月份过世，所以这次回来看这样的戏，里面都是很多她的经典的那个场段，本人非常感动，几次想落泪，非常的想念老人家。所以洛杉矶真的是卧虎藏龙。我虽然是一名80后，但是我非常喜欢粤剧，能在洛杉矶能看到这么棒的一场演出，我真的非常高兴。我希望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再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完美的演出。每一位粤剧演员都唱得非常的好，演得非常的好。我代表我的故乡，我的粤剧的故乡，谢谢洛杉矶粤剧之家，谢谢吴淑菲老师带领大家有这样一个好的演出。两岸东岸跟那个我们这个西岸两岸的能够这样的粤剧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粤剧演出，使我们更多的能够把粤剧能够文化能够传扬到世界各地。望
黄东好似
公子的芳龄。
妹妹慢走。哎。
演员歌文代表。
一
今朝是我阿玲得侬短命上月，一来托亲家之福，可后来嘛，也是我媳妇大娘的福气哦。大家自福，大家自福。陪伴再困，不言。
呀呀！想我秀英虽是夫妻，却常比陈姑连理。他是今晚是一个千金小姐呢，我理该称她一声小姐才是。啊，小弟，小生这下有礼了。哎呀呀呀呀！我真是好夫妇哦！像我的邻居的这种团年长远，那么他就是长远夫臣了啊！我理该称他一声夫臣才是。啊，夫臣，下官这下有礼了。
娘，难道你嫌烦此事多麻烦？苦记得我愿自己为娘家，他的我是谁家儿娶是谁家官？苦记得。
我不能